啊，继续来看国军的三军乐仪队。今年较无共款的是，咧人情的时阵，第一届来展现高难度的倒手转唱，手法美丽震撼，真侪民众拢画好画赞，讲实在无简单。啊，带领大家做伙唱国歌的是马祖四乡五岛儿童合唱团，甲国土上界北平的马祖东引的军民，甲左营军港的官兵，三地连线做伙来唱国歌，歌声振奋人心。对音乐节奏加上真和谐操唱动作，所来重点就是高难度的无音乐的人唱。拍唱卡步三军陆海空二队考验兵时训练配合的成果，在无音乐的伴奏之下，用倒手展现高难度捧唱的动作。头一摆挑战倒手捧5公斤的步枪，无论是花式的操唱，多种队形的变化，展现团队合作。国庆带头唱国歌嘛，真好看。这囡仔浑然天成的美妙的歌声，领唱中华民国国歌，伊是马祖四乡五岛的儿童合唱团，东部甲国土上北平的离岛军民做伙唱国歌。来自东引以及左营军民减少30人以外，左营塔江干的海军更加派出双10的队形，离岛前线的军民一心要伫国庆日展现出守土卫国全民的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